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今晚我哋禮拜三晚嘅直播，大家晚上好。咁我哋呢，係啊，試下啲咪先啦。大家好啊，好高興同大家有機會坐低喺度直播，跟進呢個世界最新嘅局勢。係啦，係啊，所以大家幫忙，除咗話俾我哋聽我啲聲得唔得呢？多啲睇我哋嘅片，多啲話俾身邊人聽，多啲睇我哋嘅片，撳入我哋嘅片，得閒就播一播。因為呢，油管而家限制我哋，限制得好犀利。係啊，因為我哋樹大招風，令到呢個谷歌公司猜忌，所以需要大家嘅幫助。嗱，總之簡單啲講啦，就算呢谷歌搞人呢得幾招嘅啫，其中最主要嘅一招呢，就係唔俾通知大家，即係話我哋有節目做緊啊，或者呢有我哋嘅節目推出咗呢，佢就冇通知，就咁簡單嘅啫。咁點樣對抗呢一個打壓呢？好簡單嘅一點就係呢。我哋嘅影片直播通常就係10點半嘅，錄播咧通常就係3點半播嘅。咁啊，只要留意住呢兩個時間，你就會知道咧有冇，即係我哋基本上每日 update 噶嘛，係咪？除咗禮拜日之外，咁啊自動自覺過嚟睇睇，咁啊唔使等佢通知都可以撳入嚟啦，咁就可以對抗咗佢呢個打擊噶啦。咁好啦，嗱，我哋今日要講啲乜嘢咧？我哋今日主要都係要聚焦呢個美國噶。嗱，因為咧喺嗰邊嚟講咧，雖然有報道就指到咧嗰個衝突嘅情形咧就有啲緩和跡象，不過咧只係暫時性啫，好多嘢咧都係未解決㗎。仲有最重要嘅就係而家咧喺美國嗰邊有22位民主黨嘅州長，咁咧就聯合起嚟，佢哋聯合起嚟嘅時間咧。就嚟到組成咗一個類似反特朗普嘅聯盟咁咧就支持加州嘅一個呼應。而家咧反特朗普聯盟就由呢22位州長牽頭嚟到正式成立噶。除此之外咧，而家咧就打到火紅火綠，美國已經有30個城市咧係變成主要嘅戰場啦。係啦，嗱，咁咧呢啲事態發展呢，我哋轉頭呢就會嚟到慢慢講下啦。今集呢主要都係聚焦住呢個內容嘅。咁節目開始之前呢，我哋做少呼籲先。而家新潮文呢就嚟緊喺7月嘅26號呢就會搞多一團新疆嘅北疆之旅嘅。因為而家嚟講呢，就係新疆短暫嘅旅遊季開放嘅日子啊。咁暑假去新疆玩呢，就啱晒啦。不過請大家留意，我哋呢係一個即係有獨特優勢嘅新疆團嚟噶。事關呢，我哋節目都講過幾次啦。我哋有8大優勢嘅。第一，即係經歷咗咁多次出入新疆同埋搞團嘅經驗呢，我哋而家知道嘅一樣嘢就係第一，可能呢喺大家嘅體能體力問題上面呢，就唔同嗰啲呢特種兵團嗰啲後生仔咁樣呢。係有咁強大嘅活力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嘅設計路線都係呢着重於一啲可能年紀比較大少少嘅朋友即係所謂過咗6字之後嘅朋友啦咁因為呢，一般坊間嗰啲團隊呢，佢哋設計嗰啲路線呢，都係以30-40歲比較壯年嘅為出發點嘅，我哋就唔同嘅，都係以呢大概係60歲以上嘅朋友，佢嘅體能同體力為出發點嘅。如果你跟咗坊間嗰啲團隊嘅話呢，咁好現實嘅，佢哋就會當你跟唔上，跟住就拋低咗你啦。我哋就唔會有呢個問題，我哋就專為呢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服務嘅。另外嘅就係另一個專為到服務嘅對象呢，就係海外華人朋友，因為而家新疆嚟講呢，仲有好多外國人設限嘅景點嘅。咁如果你跟咗一般坊間嘅團隊，或者係呢，甚至乎直接報國內團呢，佢哋唔清楚呢一樣嘢嘅。咁咧就會搞咗好多大頭佛出嚟嘅，我哋咧就專為海外華人排解疑難嘅，咁呢個另外一個優勢。第三個優勢當然就係今次嘅行程，或者基本次都係啦，唔係今次啦嘅行程咧，都係由我格仔親自設計嘅獨特路線嚟嘅。咁喺坊間團隊咧出面嗰啲係揾唔到相似嘅，所以要報新潮文嘅旅行團咧，先至方為正品啊！即係嗰啲出面嗰啲翻版冒牌嗰啲咧，就唔係我哋同一類嘢嚟嘅。當然啦，仲有嘅就係
我哋嘅飲食啊，我哋嘅呢一個住宿啊，亦都係咧以享受型為主嘅。即係我格仔咧就比較着重享受嘅，自己咧亦都對呢啲有一定嘅要求。咁所以咧，從坊間嗰啲一般嗰啲幾千蚊嗰啲咧，就你唔好攞嗰啲嚟同我比啦。即係等於一個食大家樂，一個咧就去食好嘢嘅。咁雖然都係喺香港食，但係你唔可以用同一個價錢去比啊。所以咧，我哋去到新疆玩或者邊度玩，亦都係一樣嘅。我哋咧就係以享受舒適型為主嘅。再講嘅就係我哋嘅價格啦，亦都係一口價啦，不設另外收費嘅。亦都唔會擺啲假嘅假盤價出嚟咧，去吸引大家報名就唔同。出面坊間有啲團隊擺啲假嘅價錢出嚟啊，咁但係咧出發咗之後咧就逐項再同你加翻上去，或者咧擺個假嘅價錢出嚟，俗稱假盤出嚟咧，就引你報咗先，然後咧就叫你報其他嘅嗰啲客路線嘅，因為佢都收唔夠客，冇咁嘅能力。咁我哋咧就絕對係一口價。絕不欺場嘅，當然嘅仲有就係我哋係真正嘅深度遊啦，就唔會同你講一個咧假嘅天數，跟住話10天玩盡南北疆，譬如係咁樣嘅先，係冇可能做得到嘅。佢只不過咧係即係出面嗰啲團隊咧，只係蝦你唔識當地環境，咁啊好似好吸引喎，咁你咪中一招咯。我哋咧就係真正嘅深度遊，係咁多天先能夠做到呢一個深度嘅，我哋就係。咁多就係咁多噶啦，唔會咧做啲取巧嘅事情。所以記住啦，如果一生只能夠去一次新疆嘅話咧，記得報新潮文正牌嘅新潮文旅行。當然啦，最後一個優勢我就唔當優勢嘅，就係格仔會出現喺呢個團裏面同大家玩啦嚇。好啦，如果想報名嘅朋友咧，就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再講一次係+85268287447嚟到報名，希望咧今次行程見到大家。另外咧喺呢條片最尾15分鐘，亦都有一個行程介紹，同埋咧我哋影出嚟嘅行程精華片段。記住呢啲精華片段只係新潮文團隊設計嘅路線獨有嘅啫，出面係冇㗎。好，仲有冇嘢補充？關於旅行方面，仲有嘅6月份6月19號仲有幾日出發嗰個，如果大家想報名嘅話咧，可以趕上最有機會。不過就盡早啦，我哋即係因為其實已經係 full 咗㗎啦，係特登留多幾個位，士啤位有幾個位俾大家。如果係要唔可以好提早嚟到安排時間嘅朋友咧，而家可以把握埋6月19號就出發㗎啦。嗱，咁就大家要記住，今個月好多嘢發生。6月15號就父親節，佢離父親節爭唔夠1個禮拜嘅啫。咁所以咧呢個如果想喺屋企仔仔一堂嚟到食飯慶祝父親節，即食海味系列個加碼優惠咧係做到父親節嘅咧，大家快啲落單啦！大家係啦，68031633快啲落單，68031633係嗰個加碼優惠咧係好抵嘅，比平時加好多嘅份量。咁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另外咧就好隆重咁，好高興為大家呼籲俾啲會所相大家睇下先。會所相就係咧，我哋國家有嘅人工智能咧，DeepSeek 而家係震驚全世界。我哋國家嘅基建同埋科技咧係首屈一指，全世界咧都有咁嘅機會能夠享用到我哋嘅基建同埋我哋嘅科技咧，係會為人類嚟到帶嚟真真正正嘅幸福同埋樂土。新潮文有幸被商湯人工智能能夠加入到一個項目，就係將商湯人工智能嘅科技咧，借香港呢個平台推廣去全世界。咁點樣可以令到商湯人工智能落地化呢？其中一個科技就係我哋將佢應用於香港一個非常之大嘅產業，就係葡萄酒業，做商湯人工智能嘅智能酒窖。咁好榮幸我哋可以 join 到一個項目，就係一個喺香港大學站過萬尺嘅地方，成立一個商湯人工智能酒窖嘅示範基地。而為咗令到呢個示範基地咧更加賞心悅目咧，我哋亦都將除咗酒窖以外咧，打造成一個會所。呢個會所咧將會係有新潮文可以同大家網友們咧可以喺嗰度傳酒，亦都可以喺嗰度把酒談歡嘅一個地方。由頂樓全層加埋天台咧，過萬尺嘅地方，俾大家嚟到去把酒談歡、暢談世界時事同埋灑落嘅。咁好高興可以，最高興嘅就係
我哋可以做呢樣嘢嘅同時呢，係推廣我哋中國嘅人工智能科技俾全世界。呢樣係我哋呢一輩人最需要做嘅嘢，亦都係我哋呢一代香港人嘅責任，就係將中國嘅嘢向全世界推廣。咁為咗慶祝呢件事呢，嚟緊6月23號星期一晚，我哋將會連同西甲葡萄酒嘅頂級酒莊嘅莊主張賢志落咗嚟香港。呢個超級富豪落咗嚟香港，咁我哋會喺景觀會所嗰度咧嚟到擺一個西甲葡萄酒莊加商湯人工智能酒窖嘅高峰晚宴。當晚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品酒啦。嘉賓就有新潮文啦，有張賢志莊主本人啦，同埋警察首席談判專家林景星警司林 Sir， 亦都會同時間出席，同大家嚟到去暢談同埋咧品酒嘅。咁當晚嘅 menu 就有乳豬、黑松露、翡翠炒球，有竹笙花膠嘅海皇羹、蠔皇八頭南非包，同埋仲有沙巴龍躉、炸子雞、福建炒飯同埋桂花糕。最緊要咧喺呢個酒嘅選擇咧，每台都會凍咗我哋嘅國宴級、國禮級嘅葡萄酒啦，仲有咧就係為中國屢奪殊榮咁多年咧，全世界周圍數金牌嘅 N50嘅一系列嘅頂級紅酒咧，都會喺嗰度供大家嚟到去享用嘅。時間就係星期一晚6月23號夜晚6點半，有興趣嘅朋友咧聯絡68031633聯絡我。WhatsApp 68031633嚟到去安排攞位，咁期待喺嗰晚亦都會同大家公佈咧關於呢個會所嘅最新消息，即係大家第日如果想同我哋親善接觸嘅話咧，就可以喺嗰度同我哋見面啦嘅一個會嘅嗰晚亦都講嘅，咁期待見到大家。係啦，咁最後講多句順帶一提啊，由於咧而家嚟講咧，即係好多嗰啲咧真亦假時假亦真嘅嘢存在喺呢個世界啊！咁咧 AI 為大家會帶嚟幸福之餘咧，亦都有啲人咧就會攞嚟做不法嘅用途噶嘛。咁所以亦都呼籲大家咧一樣嘢啊，新潮文嘅活動咧，正牌嘅新潮文活動咧，應該話就只會喺新潮文嘅直播或者係錄播裏面咧，我講俾大家聽嘅。咁仲要你要睇下嗰條新潮文嘅影片咧，係咪喺新潮文嘅頻道播噶？咁如果你話睇咗其他嗰啲，可能有人冒認我哋噶嘛，係咪啊？將我哋啲聲改咗佢，咁原來講啲嘢根本我哋都冇講嘅，咁咧就以防呢啲騙徒能夠得逞嘅話咧，大家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記住，新潮文搞嘅活動只會喺新潮文頻道裡面嘅節目講嘅，咁就最容易認噶啦，即係好似我哋以上呢啲活動咁樣。咁萬一有啲你睇咗喂唔係，好似喺第二啲唔知咩渠道睇到嘅，一定就唔係我哋搞嘅。我哋搞嘅嘢咧，只會喺節目度講。另外嘅就係譬如當又舉個例啦當喂有朋友撞到格仔咁計啦，喺條街度，跟住我同你講，喂，不如我哋搵日去打邊爐咧咁樣。咁呢個只係格仔私人約你嘅啫，就唔係新潮文約你嘅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即係搞笑啲咁樣講，所以憑住呢個例咧，我哋就可以知道新潮文嘅活動新潮文主辦嘅活動咧，只會喺新潮文頻道嘅節目裏面講嘅咁就可以好容易認清嘅啫，係啦咁他出邊聽翻嚟嘅就一概同新潮文本台毫無任何關係，係啦，即係。就當我喺條街度撞到網友，我約你去打籃球喺打邊爐都係我約你啫，就唔係新潮文約你嘅，明唔明白？係啊，咁更加唔好講嗰啲冒認我哋嘅影片或者係咧有啲人可能改咗我哋啲聲嗰啲，就一定係假嘅。咁所以你記住啦，喺新潮文頻道睇嘅影片講嗰啲活動咧，先至係我哋新潮文搞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講緊美國嗰邊嘅情況先咁我準備咗好多資料同大家講嘅。首先我哋就要睇睇而家個狀況先啦而家嚟講呢，就有22位嘅州長就企出嚟同特朗普撐嗱，因為咧特朗普咧好明顯係想將呢件事升級嘅，已經睇得出噶啦。首先呢。就係第一啦
調動或者叫做咧隔空從州長即係加州州長嘅手上咧，就攞咗呢個國民警衛軍嘅指揮權，虎符係啦，攞咗個虎符咧就攞嚟自己調動嘅。第二就係啊，亦都將行動升級，就要派出海軍陸戰隊啊，咁誇張咁樣咧嚟到去啊鎮壓呢一個 LA 嗰邊嘅事情。咁好明顯咧，就好似殺雞用牛刀咁樣啊，彷彿咧幫死唔將呢件事搞大都唔安樂一樣啊。係啊，而呢個紐森特朗普嘅眼中釘就以呢個叛亂罪嚟到去啊，派呢個海軍陸戰隊嚟到去直指佢嘅大本營。冇錯啦，嗱，咁特朗普咧好明顯啊，選擇咗啲咁戲劇性嘅效果咧，佢就係想有畫面感啊。其實咧，你睇得出啊，佢咧就唔係為咗即係當地平亂而設嘅嗰啲嘢，係為咗嗰件事有冇戲劇性效果而去作出呢個決定嘅啫。咁就睇得出咧，佢係想將呢件事升級噶。特朗普嘅司馬昭之心咧，都路人皆見噶啦。嗱，與此同時，經過我哋琴日嘅節目就講咗啦，係嘛？其實咧，特朗普為首嘅共和黨，佢有佢嘅所求啦。對家民主黨咧，亦都冇坐以待斃嘅。佢亦都有佢想透過呢次嘅事件裏面咧，想做翻一啲嘢。例如最明顯嘅就係，梗係反咗特朗普，甚至乎，咦，可能有意外驚喜，係真係可以將佢扯落嚟嘅。呢個咧亦都係佢嘅目的。大家都做緊嘢嘅。其實咧，除咗今次呢22位民主黨籍嘅州長出咗嚟啊，即係撐下紐森，即係紐森就係呢個加州州長啦之外咧，啊，仲有咧呢個輸咗俾特朗普嘅美國前副總統啊，大家都應該可能有少少陌生啦，因為好耐都未見過佢啊，係啦，咁咧佢咧亦都跳咗出嚟，擺到明就懟啊特朗普喎。阿何錦麗喺上一屆主營呢個移民問題嘅何錦麗咧，多番被呢個共和黨嗰邊嘅州長一卡卡車嘅移民咧運去佢屋企附近，咁啊令到佢不知所措。咁今次咧佢點都要撐到行啦，因為喂我上屆唔得啫，下屆嘅話可能啊輪到我喎。冇錯啦，嗱，咁所以咧，我話俾大家聽啊，而家雙方民主共和黨都做緊嘢，咁民主黨點樣捉住特朗普嘅痛腳呢？嗱，有一個痛腳咧係好受到爭議嘅，即係都重重地噶啦，就係頭先我所講嘅，究竟國民警衛軍啊係聽邊個指揮嘅咧？係咪？嗱，呢一點有得打啦，因為而家你睇到20幾個州長出嚟咧，其實都係啄住呢一點噶。因為正常嚟講啊，國民警衛軍就即係佢個最高可以調動到國民警衛軍嘅人物咧，就係州長嚟嘅。咁其實特朗普都打破咗歷史噶啦，特朗普已經係成為咗過去60幾年嚟啊第一個繞過州長強行出動國民警衛隊嘅美國總統嚟噶。嗱，而家咧呢22個州長連埋紐森啊，要打嘅就係呢一點啦，即係話你特朗普犯法喎，係咪啊？之前我哋睇嗰啲法律戰就已經清楚睇到啦，真係由到民主黨控制嘅一啲地方法院就嚟到呢，話特朗普冇呢個權力啊，係違反憲法去徵其他國家關稅噶嘛。咁呢啲東西呢，我哋而家呢又可以睇到一啲跡象又出現翻。咁大家如果睇翻美國嘅法律啦，美國嘅法律呢，其實早喺100年前啊，都唔止110年前啊，1916年啊，咁呢，當陣時啊，美國就已經有法律確定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國民警衛軍呢係隸屬於各州政府嘅地方武裝部隊嚟噶。
嗱，咁所以點解我哋昨日嗰集咧就話到，千祈唔好將國民警衛隊同我哋中國嘅武警咧就調亂咗喎。咁因為咧制度上都係好唔一樣噶。我哋一國係嘛，即係習主席係叫做三軍統帥啊嘛，係咪咁叫？我哋有冇一個特別嘅？係三軍統帥嚟嘅，亦都係叫三軍統帥。咁啊，全國嘅武警咧都係受中央啊，中央軍委主席就係習主席嘅其中一個功能嚟嘅。係啊，咁咧就所以咧就絕對冇所謂各州各省你要自治，即係所謂嘅自治州亦自治省，亦都唔係好似美國咁。美國咧其實咧今日可以講多啲，美國唔係一個國家嚟嘅，美國總統就叫 President。美國係一間公司，其實係以前咧歐亞大陸咧派人過去想開發嘅地方，變咗間公司，用公司嚟嘅方式嚟到經營。美國咧就唔係一個國家，係一個聯邦嚟嘅。咁所以聯邦咧點解有自己軍隊咧？就係提防有一日咧所謂嘅有人一拳獨大啊！就然之後咧咁啊各州咧可以有自己嘅，同埋佢哋有自己嘅歷史淵源啦，因為佢哋以前喺拉丁裔啊、墨西哥人手上奪走咗好多土地啊嘛，陣間會講係陣間會講，好啊，咁啊加以解釋，咁就所以嚴格嚟講咧，美國係好易分裂嘅，冇錯啦。咁而家即係簡單啲講啦，成百幾年前嘅法律一早已經定咗咧，州長先係當地國民警衛隊嘅最高指揮官嚟嘅，就算總統都唔能夠輕易越權噶。咁所以而家咧有得玩嘅，成件事20幾個州長出嚟咧，就係去到啄住特朗普呢一點嘅。咁嗱，而家咧佢哋點樣話咧？先講民主黨嗰邊啦嚇，點樣指責阿特朗普？除咗呢一點之外咧，仲好似我哋頭先話齋啊，紐森又好，何錦麗又好，甚至乎洛杉磯嘅市長啊，佢都明確話到咧，特朗普而家係喺度自編自導自演咁樣嘅，話佢做戲啊，話到佢咧透過搞呢場咁嘅大混亂啊，就借機會剷除啊政敵咁話㗎。咁佢都講得好白喎，真係，尤其係洛杉磯嘅市長啊，佢咧仲講得白喎。佢就話其實咧，成場抗議活動開波咧都係唔係好多人嘅啫，100幾人左右啫。係咁咧，本來咧本地嘅警方啊，唔係國民警衛隊啊，係講緊本地警方就咧可以處理得到噶啦。不過咧，自從呢一個咧聯邦嘅人員加入以後咧，就特登將呢件事激化。例如咧，好簡單啫嚇，大家睇啲片都睇到啦，就亂咁肥啊，受到聯邦嘅指令底下咧，就嗰啲記者就受到咧呢個無差別嘅攻擊，呢個字小心啲講啊，咁咧就指到係特朗普故意將行動升級嘅。咁當然啦，特朗普咧就好多理由嘅將行動升級以後咧，佢係最興噶啦，自話自説，惡人先告狀，呢啲都係佢與生俱來嘅技能嚟噶。特朗普咧喺行動升級以後見成功咗將局勢升級咯，佢就即刻跳出嚟話啦：你睇下你哋幾無能啊，加州所以咧冇辦法啦。既然你哋咁無能嘅時間，唯有我幫下你啦。既然你州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就要由聯邦幫你手解決噶咯。跟住咧就咧見到而家嘅畫面就係咧派兵接管，係啦，就係特朗普即係佢順水推舟嘅一個行動嚟噶。係啊，而呢個面對記者咧，特朗普亦都根本完全發揮佢嘅蠻橫無理嘅本色。人哋問到你憑你以啲乜嘢罪行嚟到話想逮捕呢個加州州長紐森咧？咩罪行咧？特朗普就話 ：Well, you know，佢最大嘅罪行就係點解佢生存呢個世界上邊，仲有夠膽咧斗膽走去申請自己去競選做加州州長，淨係呢個已經係大罪啦。咁樣冇乜理由嘅，基本上就係已經係變成呢啲叫咩嗌交級啊，嗰啲叫
潑婦罵街啊！我唔知，總之就完全係毫無理據、毫無論述嘅咧。咁咧嗱，紐森亦都反擊特朗普啦。除咗頭先以上嗰啲咁無謂嘅説話，話佢咧個人咧黐黐地之外咧，仲公開話到特朗普咧係獨裁者喎。咁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話到特朗普故意煽動成件事之外咧，更加直接話到呢個人根本唔配做美國總統，就咁樣講㗎。咁當然啦，白宮方面咧，亦都即係再將行動升級啦。當紐森講完呢番話之後咧，就係大家頭先見到嘅，就話到如果邊個阻擋聯邦政府做嘢，即係阻下特朗普啦，簡單啲講，咁咧無論邊個都好都會予以拘捕，包括我隔離條友紐森即係而家特朗普隔離條友係紐森包括呢個加州州長都冇面俾咁所以咧先至見到咧特朗普話唔排除將紐森拘捕，就係咁解啦。亦都被問到記者問到點解你會對啲完全手無縛雞之力，亦即係手無寸架撐嘅普通人，要用國民警衛軍辣手嘅方式嚟到逮捕佢哋，仲要係濕到佢哋好勁先逮捕嘅喎，即係執佢哋一身咁樣。咁特朗普就話因為佢哋唔尊重我哋嘅國民警衛軍。嗱，我話俾你聽，一定要尊重我哋嘅美國同埋國民警衛軍。邊個夠膽講一句唔尊重嘅説話？你知唔知嗰人衰咩？佢衰放飛劍，講嘢嘅時候咧口水花射到我哋國民警衛軍。冇人可以對住我哋國民警衛軍咧放飛劍放飛劍咧，所以特朗普我就下令啦，邊個放飛劍就執餐勁嘅再逮捕無誤，完全唔需要講道理，唔需要講理由，邊個放飛劍就拉邊個咁樣。嗱，而家成件事咧就升級到去呢個位置啦。嗱，喺紐森嘅角度嚟講咧，呢鑊嘢佢都等咗好耐。其實琴日就唔記得同大家講紐森有冇呢個計劃咧？佢心裏邊有咩唔好講謀算咁負面啦，我哋叫盤算咧。係啦，嗱，點解紐森都等緊呢單嘢其實咧，因為咧，我哋可以睇翻佢加州州長嘅任期咧就快完噶啦，即係喺2027年咧就結束噶啦，亦都冇辦法再度連任嘅，因為其實本身嚟講咧，紐森咧就計劃咧完咗加州州長嘅任期咧，梗係直接衝擊2028年總統大選啦，因為佢都係大熱嚟嘅。不過有一單嘢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上年嘅，如果冇善忘嘅朋友咧，可能都會記得上年加州發生咗單嘢都幾大鑊噶，我哋都報咗幾日噶咯，仲記唔記得係咩事而家開估啦，就係加州好似唔係上年，今年嘅啫喎，今年1月加州大火嘛。係啊，嗰個好嚴重，嗰個啲即係所謂野炎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嗱，美國嘅火咧就永遠唔會有止息嘅，就由呢個內陸燒到去海岸，燒到海冇得再燒咧就為之。咁我哋咪救熄咗咯。火呢啲嘢咧唔使救嘅，等佢燒完嗰陣時候咧，佢自動會熄噶啦。呢個就係美國嘅本色啦。嗱，呢件事咧本身令到坐定粒六嘅紐森咧就突然之間民望大跌因為佢處理火災嘅能力咧亦都令人好失望咁所以咧本來諗住坐定粒六嘅佢咧，其實亦都急需住一單嘢嚟到去幫自己證明即係咧扭轉自己嘅劣勢喎。咁咧而家紐森咧亦都好叻不愧係咧民主黨力捧嘅政治新星佢見到呢個機會嚟啦，紐森咧就七情上面就話到你放過佢哋啲移民即係佢冇話佢哋係非法移民噶，佢話你放過佢哋啲移民，佢哋其實已經喺加州生活咗10幾年，甚至咧係再耐嘅日子噶啦。跟住咧佢就話啦，佢哋呢啲移民每日
辛辛苦苦、營營役役咁去工作，亦都咧有繳納啲稅項啊、剩啊，為嘅係咩啊？為嘅只係過好嘅日子啫嘛。啊，佢哋咁辛苦，每日翻工啊，每日營營役役，係啦。喂，你哋美國啊，你哋唔肯做嘅，佢哋都做；你哋啊肯做，但係又要唉聲嘆氣，佢哋都樂意咁做。尤其是格仔頭先講嗰個烈焰之後嘅重建咧，全部都係佢哋嘅功勞嚟嘅。係啦，咁咧就話到啊，而家特朗普公然啊就將呢一啲有貢獻嘅人咧，去到咁樣去到搞掂，欺負佢哋，直頭話蝦佢哋啊，絕對係啊！就話佢哋咧係一班冇能力反抗嘅人，跟住咧柳森就話。特朗普你夠薑你就唔好蝦佢哋，係啊，你要拉你要鎖就拉我柳森啦。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係啊，真係咁講喎。係啊，你要鎖就鎖我，你唔好鎖佢哋。啊，佢哋咧係幫美國嘅咁樣講。啊，哇，幾型啊！你嗱，除咗呢，俾張相佢哋啱啱 send 出嚟，跟住講到去激情嘅時候咧。就發表一個演説啊，就話大家就勉勵群眾唔好怕特朗普嘅散播嘅恐懼。就呢段演説咧，直頭啊係兩眼通紅，甚至係咁垂下呢個男兒淚嚟到去講嘅。啊，當然我無論大家係覺得佢係真心又好，假意又好咧，我哋係幫習主席嘅啫。習主席同佢有偈傾，習主席同佢攬住握手，一到美國嘅時候，係啊，咁所以咧，習主席嘅朋友咧。我哋都會支持嘅。咁當然啦，最主要我哋都當呢壇係戲咁睇嘅啫嚇，即係老實啲咁講啊嚇。咁當然我哋亦都話，當地華人嘅朋友咧就注意安全，唔好去一啲咧佢哋明知道搞事嘅地方啊，咁樣即係要注意自己人身安全啊。而家咧佢哋以前做過一次，而家再做一次，就係想將呢個矛頭又射過去，有部分嘅矛盾咧。射過去華人嗰度，即係呢個特朗普嘅共和黨陣營咧，佢哋點樣啊可以匯造啲人心咧？就係見到啲外邊嘅移民篤眼篤鼻，佢哋煽動佢哋嗰啲人性黑暗嗰面，敵視外族嗰啲啊嘛。而家咧就即係除咗拉丁族裔炒到興合合之外咧，再炒埋華人，即係所以咧進一步嘅呢個敵華嘅浪潮咧係會。即係共和黨而家咧係 set up 緊，同埋咧喺度助言緊嘅。大家一定要小心，唔好諗住出到去做啲乜嘢啊！你改變唔到呢壇嘢，呢壇嘢咧係兩黨都想打落去嘅，係啊，想製造一個新嘅局面，都各有目的，係啊，去透過呢件事做一啲嘢。咁啊，頭先我哋講嘅柳森亦都係啦，大火嗰件事咧令到佢啊就喺即係民眾嘅心目中就好失望對佢，而家佢咧急需要呢件事咧去挽回自己嘅形象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對於佢嚟講咧，唔知算唔算係天跌落嚟嘅獎品啊？咁但係咧佢一定咧要好好把握住嘅。係，而大家要知道，美國你話係咪真係會裂開變成兩個唔同嘅國家咧？我哋唔知，但係。今次如果再打落去嘅話呢，一定係會對兩黨嘅分歧同埋對各自為政嗰個裂痕會加深，即係變相好似做到我哋中國以前嘅南北朝咁樣樣隨時。咁若然做到所謂南北朝嘅效果嘅話呢，雖然喺對外美國依然係一個國家嚇，但係對內可能呢就係嗰個分到直情係唔係兩黨分，係直情係南北朝咁樣分嘅話呢。咁邊個可以做啊？南北朝裏邊其中一忽嘅皇帝啊，特朗普一邊啦，柳森嘅話就係大熱人選啦。即係如果美國有商辦事嘅話，柳森係大熱人選，所以今次咧打得過噶，對佢嚟講。咁好啦，嗱，而家咧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啊，呢20幾個州長啊就要撐住，佢哋咧一定要咧，因為你哋20幾個州即係影響力都好大噶嘛。美國5萬個州，係咪先啊？幾個州啦，仲同埋民主黨嗰啲州咧。你淨係講 LA、加州、New York 嗰啲咧係大州嚟嘅，係嗰啲大經濟州啊，大經濟、大人才。咁所以咧，成件事咧係有得撐嘅，即係喺嗰個實質層面嚟講啊。嗱，咁啊，仲有啊，美國嘅矛盾咧就唔止咁簡單嘅啊。而家咧，我哋亦都見到
有一啲咧星星之火燎原之勢啊，咁嘅時間呢，唔好話呢啲我哋表面見到嘅層面啊，其實啊透過今次嘅事件，我哋都可以睇到美國嘅衰落嘅。即係點解呢件事會發生先？大家要知道，當中梗係有一啲問題係出咗嚟噶嘛。就例如我哋琴日講到美國啊，本身即係以我哋嘅認知嚟講啊，佢係一個移民國家嚟噶嘛，係咪？但係而家你特朗普做緊嘅就係反移民嘅政策啊嘛。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我哋要回顧翻點解今日佢會反移民呢？嗱，我哋回顧翻美國啱啱啊喺建立有美國嘅時間啊，其實咧佢嘅人口係好少嘅咋。嗰時啊，即係唔好計美國未建立之前啊，即係譬如話馬斯克查咗嗰啲有成300歲嗰啲人咧，喺美國建立之前已經攞緊綜援嗰啲咧，嗰啲係假嘅嚇。哇！個就係篤爆，你知民主黨啊嘅卡尼啊，係阿馬斯克篤爆咗嗰啲咁嘅幾百歲人，仲有攞緊福利嗰啲咧，民主黨好多嘅，借好多，跟住其實佢哋收好多水嘅。馬斯克篤爆佢哋咧，咁佢哋好唔高興。嗱，講翻美國200幾年前建國嗰陣時咧，其實當陣時嘅人口咧，大概係300零萬人左右嘅啫。雖然咧都200幾年前，咁但係300幾萬人對於一個想話稱霸世界嘅國家嚟講咧，呢個數量遠遠都唔夠嘅。基本上呢個數量嘅人口咧，連做到普遍啊，即係成為一個當陣時一個想轉做工業大國嘅人口基數咧，都未必能夠做得到嘅。但係咧，美國幾時係可以有足夠嘅人口紅利去做到成為所謂嘅世界大國，甚至乎稱霸呢？咁我哋一定要數翻2次嘅大規模移民潮先至得㗎。嗱，透過呢2次大規模移民潮呢，其實美國就成為咗有足夠人口紅利作為基礎嘅超級大國。咁如果要數翻嘅話呢，就要講翻 N 年前拿破崙嗰個年代咯。其實第一次呢，有大量嘅人移民到去美國呢，就要講翻拿破崙年代啦。嗱，當陣時呢，拿破崙唔單止將200幾萬平方公里嘅北美殖民地呢，就以超低嘅賤價賣咗俾美國之外即係令到佢版圖擴大咗之外呢，仲因為拿破崙係喺整個歐洲發動戰事噶嘛，即係基本上係打爛咗個歐洲。咁咧當陣時呢，法國軍團呢就席捲全個歐洲大陸嘅，亦都摧毀咗呢好大批當陣時嗰啲封建嘅歐洲勢力嘅。咁嗰啲老地主，即係歐洲嗰啲老地主咁俾人打啦嘛，咁點去邊度避難啊？歐洲唔再安全咯，咁佢哋第一嘅首選呢，梗係去隔咗個大西洋彼岸嘅美國啦。咁當陣時呢，好多呢啲咁嘅歐洲封建勢力呢，帶晒全部家當賣晒啲嘢，咁呢就去到美國嗰邊，又重新買翻啲田城咁樣嚟到去呢，繼續做地主嘅，去到美國嗰度咁同一時間呢，仲有一班經驗好豐富嘅技術工人，即係嗰啲歐洲嘅技術工人雖然呢，佢哋就冇嗰啲咁嘅地主咁有錢亦都冇咁有背景，咁但係呢，佢哋有一啲技術嘛，咁所以呢，當陣時呢，亦都將一批技術人員咁又帶咗入去美國，由歐洲嗰邊帶入美國，亦都將歐洲嗰啲生產設備呢又帶咗入美國。就喺嗰陣時呢，一家又一間嘅嗰啲工廠咁就喺美國嗰度慢慢建立啦。咁你可以話到呢，嗰啲歐洲老地主呢，就喺美國南邊呢，就開發咗好多嗰啲種植園嗰啲咁嘅田嗰啲就係由嗰班地主搞嘅。而歐洲嗰班技術人員或者工人呢，就喺美國北部
嗰度咧起咗好多嗰啲工廠，咁所以大家而家都見到噶。美國以前嗰啲，或者即係因為我要講以前，因為美國啲工業衰退咗啦嘛。美國嗰啲工業好多都喺北邊噶嘛，其實就係咁解啊，就係由拿破崙年代嗰下咧，就將好多嘅人口就帶咗入去美國。其實咧，如果根據到當陣時嘅統計顯示啊，嗰一次嘅人口轉移啊，歐洲咧就總共流失咗5000萬人嘅，其中咧有一大部分啊2000幾萬人咧，其實咧都係去咗美國㗎喎。當陣時咧就成為咗咧美國啊第一次食正人口紅利嘅第一次啦。嗱，第二次咧就要數翻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咧其實美國咧要多謝一個人噶，唔怪之佢成日有啲人咧都做嗰個手勢啊。當然我哋唔做得啦。嗰個咧就係希摩希特拉啊。咁啊原因好簡單，其實有啲類似嘅，就係因為咧希特拉咁喺歐洲發動咗戰事啦，係咪啊？咁尤其有一班人就被迫害嘅，咁大家知咩人噶啦？嗰班咩人啊？嗰班猶大人啊，我哋特登讀歪少少嘅。猶大人有班走唔到佬嘅猶大人，冇錯，財務西猶大人。嗱，咁樣嚟講咧，仲導致到好多咧，即係有嗰啲資本就入咗去啦，有啲科學家咧，歐洲嗰度好多科學家，其實打完二戰之後咧，都去咗美國噶，好多都係噶。甚至乎美國亦都 cap 咗好多，即係德國打輸咗仗啊嘛，亦都咧 cap 咗好多嗰啲科學家過美國嗰邊嘅。所以點解大家會見到咧，美國喺打完二戰之後咧，嗰個科技樹啊，突然之間咧勁咗咁多嘅，佢就集合晒全世界嘅科學力量啊，都紅吸到去美國嗰邊，亦都包括我哋華裔科學家噶。因為當陣時咧，我哋中國嘅條件同美國嘅相差好遠。美國喺打完呢一場仗之後啊，簡直咧可以食正世界所有嘅紅利啊，就獨霸一方。霎時間咧，美國啊好多嘅一啲技術啊科技咧，全部啊從全世界紅吸過嚟。咁所以咧，經過咗呢兩次嘅即係人口遷移咧，其實美國就迅速成為咗所謂嘅世界一哥啦。而造成呢個現象嘅基礎咧，都係靠人口，即係靠移民去到做嘅。咁點解而家特朗普要反移民呢？即係驅逐移民呢？其實我哋可以睇翻一個原因，呢個原因都好簡單嘅。頭先我哋講嘅嗰啲移民呢，唔係有錢又有技術嘅，即係有啲素質嘅，即係簡單啲講吓。咁而家嘅移民呢，係相反，我哋之前講咗啦，係咪？而家嘅移民係點噶？而家移民咧就唔係以歐洲人為主嘅，就唔同以前咯。以前就以歐洲人為主啦，再可能賦予一啲我哋少數精英華人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嘅美國移民咧，佢哋唔係呢啲人，佢哋係大多數咧都係真係喺自己嘅國家，唔係話撈得好掂嘅嗰啲拉美裔人士為主嘅。咁因為咧喺美國個角度嚟講，而家阿特朗普成日都講啦，係咪啊？要話做世界一哥，繼續保持落去噶嘛。咁其實咧，佢本身佢自己心底想要嗰啲咧係比較精英啲嗰啲人嘅，就唔係呢一班。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咁中國咁多科學家咁多精英，點解你要踢走佢哋啊？因為佢哋咧就覺得佢哋呢班咧就始終咧就都會翻返去祖國嘅，亦都會將美國嘅技術咧就搬翻過去，咁所以咧亦都要踢。係啦，嗱咁其實佢係矛盾嘅。阿特朗普一陣間會講啊，呢啲移民雖然咧係即係冇資本啦，亦都冇乜技術啦，咁亦都偶然，都唔係偶然嘅，都成日咧喺美國咧生事嘅，即係有啲零元購剩嗰啲咧，佢都幾樂意去參與埋一份嘅。咁
仲有喎，呢班人呢個規模都好大啊！咁我哋琴日都講過啦，非法移民嘅數量呢，根據統計有計到出嚟嘅呢，係高達1100萬人嘅，實質嘅數呢，只會更加大嘅啫。咁美國3億幾人，假設有1000幾萬嘅呢一啲群眾啊，其實呢，佢個力量都幾強嘅。仲有一樣嘢喎，點解嗱特朗普話佢矛盾呢？我哋而家慢慢講啦。嗱，特朗普咧就有一班係人都知嘅紅脖子 fans 嘛，係嘛？係啊。咁佢嗰班人咧就正宗美國人嚟嘅，即係簡單啲咁講，即係正宗美國白人啦，叫做正宗美國撈佬。係啦。咁咧佢哋呢班人咧就都幾養尊處優下嘅。首先好簡單一樣嘢，佢哋唔係唔肯做，佢哋咧肯做，但係一定同你計到足嘅。例如就係話，喂，有啲工種一個崩佢都唔會少，佢先肯做嘅。例如話當呢份工，假設幾多錢好咧？當5000美元咁樣啦，一份工一個月嘅5000美元。咁佢哋一定鐵價不移嘅，係咪先啊？仲要有各種嘅福利，亦都要有工會，係啦，不停咁幫我哋爭取更多嘅福利。咁但係咧呢一班非法移民咧，佢哋就唔同咯。你5000美金做嘅嗰份工，美元啫啱啊，5500美元做嘅嗰份工咧，呢一班可能嚟自於墨西哥為主嘅移民咧。佢就話我唔使噶，我唔使5000噶，我2000都同你做嘅。係啦，加班唔係問題，冇錯啊，詐型辛苦啲唔會詐型，仲有咧就唔會時時刻刻諗住點樣告翻個老闆攞工傷嗰啲咁嘅嘢。冇錯啊。咁嗱，咁你一兩個墨西哥人就話冇乜問題啫，係咪先啊？但係你而家呢班人好大量噶嘛，係咪先啊？咁所以咧，佢會造成一樣嘢，就係會令到個勞動嘅市場嘅嗰個行情啊，就會改變咗，仲係徹底改變嘅添。咁有咗呢一班移民嚟到嘅時間咧，咁冇噶，佢哋嘅競爭力一定強啦，係咪先啊？佢低你一半以上人工都冇問題嘅。咁所以會令到一個現象就係嗰班特朗普嘅鐵粉啊，即係嗰班比較年紀老啲嘅傳統啲嘅白人男性嗰扎咁嘅紅脖子咧，佢哋都係好多藍領嚟噶嘛。咁咧就失業啦。因為商家都好現實嘅啫，喂，你一個2000就肯做，一個5000肯做，點解要請你啫？係咪先啊？咁所以咧，嗰班紅脖子咧都好支持要驅逐呢班非法移民嘅。咁特朗普亦都好清楚呢一點。不過有利啊，有弊嘅，有時啲嘢係咪先啊？嗱，雖然話佢哋頂爛市啦，俗稱為係咪啊？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降低咗美國嘅嗰啲製造嘅成本㗎。咁你而家特朗普點解話係矛盾啫？特朗普成日就話要令美國製造業回流，係咪啊？即係要令美國工業回流翻我哋美國。咁但係唔係啲企業唔肯回流，而只不過係美國嘅製造業佢真係個成本好高啊嘛。其中一個令到美國製造業成本高嘅主要原因就係嗰啲人工好貴啊，福利又要俾到即係好 over 晒噶啦，根本就 over 晒。咁所以，喂，你特朗普究竟想點先？你要美國嘅製造業回流，咁其實你係需要一啲比較廉價嘅勞動力噶，係咪先啊？如果唔係，你都做唔成噶嘛。咁嗰班咁嘅紅脖子一定唔肯同你減人工嘅，係咪先啊？淨係得呢班墨西哥人肯㗎啫嘛，即係或者呢班非法移民先至肯㗎啫嘛。咁所以嚟講咧，特朗普都好矛盾嘅，即係佢做啲嘢。不過當然啦，佢第一梗係為選票先啦，係咪先啦？即係呢啲嘢，佢唔係為美國真係好唔好噶嘛？特朗普係嘛？大家都知嘅。美國唔好添啊，美元唔好，咁佢隻幣係咁升。嗱，咁所以話咧，
今次亦都係啊，一班即係新嘅移民，即係嗰班拉丁裔嘅，咁嗰班就叫新移民啦。美國嗰啲白人亦都唔係呢片北美土地嘅主人嚟㗎，佢哋都係移民嚟嘅啫嘛。頭先都講咗，佢哋就老移民。呢場咁激動嘅暴動，其實就係新老移民之間嘅鬥爭嘅一個縮影嚟嘅，同一時間亦都係其實有好多矛盾位㗎。呢次嘅現象呢，我哋可以睇到好多矛盾嘅。咁第二個矛盾嘅，就除咗頭先我哋講啲新老移民嘅矛盾之外呢，仲有啊，就係資本之間嘅矛盾啦。點解咁講呢？即係例如我哋舉個例啦，而依期係興講在商言商啊嘛，係咪先啊？香港可唔可以在商言商我哋唔知，但係美國就一定在商言商。係啦，尤其呢，講利益，對乜嘢人嚟講係眼中啊冇祖國嘅呢？咁出晒名啊，大家應該都清楚噶啦，肯定就係嗰啲猶大資本啊，係嘛？即係大家都清楚猶大人做生意嘅嗰個模式呢，就係真係所謂只有自己利益嘅啫，其他嘢係懶理嘅。猶大嘅宗教亦都係，除咗佢哋嘅宗教之外咧，全世界佢都可以趕盡殺絕嘅。冇錯啦，包括同佢哋有近親嘅呢個基督教，其實佢哋都要得嘅。咁所以咧呢次亦都係一場鬥爭。好似我哋琴日話齋啦，特朗普想打壓一啲嘢，例如就係話到好似我哋舉個例啊，當蘋果咁樣計啦嚇，蘋果即係 iPhone 嗰間公司蘋果，咁咧你可以睇翻一啲例子嘅，就係咧蘋果而家呢間公司手握住嘅現金大概咧就有2500億美元嘅，好犀利嘅。不過咧呢啲現金咧唔係喺佢哋美國噶，好大部分差唔多有90%咧都喺海外嘅。咁咧，特朗普曾經要求過，話到咧蘋果公司啊，你一定要轉翻呢啲錢翻美國。當然啦，仲有要大量，即係要啲廠回流翻美國啦嚇，請佢嗰啲紅脖子咧嚟到組裝手機嗰啲咁嘅要求嘅。如果唔係就打壓你。咁好啦，咁蘋果嘅 CEO。佢點睇呢？對呢件事，佢梗係睬特朗普都傻啦，係咪先啊？即係喺佢嘅眼中呢，喂大佬啊，呢啲嘢唔關我事噶嘛。佢就心諗，喂我講錢噶啫喎嚇，呢啲嘢唔關我事噶喎。我哋呢，就一於將啲廠搬去越南又好，搬去印度，大家都見到啦，都好。係啊，佢都唔會搬去美國噶。係啦，佢話即係原諒我技不如人啊！我喺自己本國撈唔掂啊！所以我就要搬去另一度嚟到發展啊！不過咁，我喺第二度賺到錢拎翻嚟本國使嘅喎，咁樣拎翻祖國使嘅喎，咁樣其實就冇嘅，其實90%都喺海外嘅。係啊，所以擺晒喺海外。所以點解費事翻嚟要重稅啊嘛？係，所以點解特朗普要死針對住蘋果咧？就係有咁嘅原因嘅。嗱，大家千祈唔好覺得複雜喎，美國係咁複雜咁矛盾嘅一個國家嚟㗎。係啦，錢經濟矛盾，新舊移民矛盾，種族之間矛盾，政見之間矛盾，冇錯啦。即係你要阿 Tim Cook 佢話，喂，要我將啲廠搬翻美國得啊？你俾到咩着數我先？係啊，佢好現實嘅。你美國重唔重振到個工業關我蘋果鬼事咩？係咪先啊？嗱，總之我哋淨係做一樣嘢嘅啫，而家就係冚機賣出去，冚好啲機賣出去，其他嘢咧我哋唔理嘅。咁樣就最緊要就係買機。呢個 cash is king 阿老闆。美國能唔能夠重振雄風我唔知，但我淨係知道你特朗普自己都不能重振雄風啫。所以咧，你睇翻馬斯克都係噶，點解佢同
特朗普鬧交啊，係咪啊？當中有一個原因，當然係關乎到 Tesla 嗰啲生意嘅。咁 Tesla 咁大個廠喺上海，係咪啊？咁啊，主要產能又喺嗰邊。喂，你特朗普夾硬叫佢搬翻去都冇辦法㗎，你美國都做唔到嗰啲咁平嘅車㗎喎，同埋你都冇嗰個稀土許可嘅。即係如果喺美國嗰啲廠啊，咁所以呢，上海嘅 Tesla 工廠係馬斯克最後一條退路嚟嘅，係咪啊？咁你特朗普成日都話美國優先啊，有剩咁，但係啲企業家就唔係咁諗噶嘛，係咪先啊？咁所以呢，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呢，其實啊，亦都係代表咗美國嘅資本或者叫跨國資本啊，其實同特朗普呢，即係所謂特朗普重振美國製造業嘅嗰個理念啊，又係互相衝突噶。所以呢紮巨企嘅老闆呢，若然啊美國唔好話真係裂開兩份，兩個國家兩個旗，但係就算佢南北分治嘅話呢，佢哋都 welcome。喂，咁我哋即刻集體過檔去柳森嗰邊啊，同埋柳森同中國關係又幾好添，哇！即刻 free trade，咁佢哋繼續賺錢。所以你有啲老闆呢，會資助柳森嚟到去繼續，即係太多人士連金主呢都有理由去資助今次嘅大動亂。嗱，呢頭先以上兩個矛盾位呢，特朗普都係冇辦法處理噶。到而家都係冇辦法處理嘅，佢自己都唔知點處理。仲有咁啊，當然要講講美國自己本身呢，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嗰個債務嘅問題啦。大家係咪成日聽見特朗普都勸聯儲局主席快啲減息啊？成日都話呢條友永遠遲得，永遠做啲嘢係遲決定噶。錯過晒最好時間啦！點解特朗普成日要施壓美聯儲去減息啊？其實有一集我之前講過咯，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喺特朗普嚟講呢，如果佢想製造業要即係再度擴張咁要好多融資噶嘛，係嘛？咁利率一定唔可以高噶。咁但係咧，美聯儲係獨立於美國政府噶，佢自己可以有權話事嘅。美聯儲就係美國債務，即係美債嘅第一大持有方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啲利率降低嘅話咧，咁即係會點啊？美聯儲就會少咗錢噶咯，少咗錢收噶咯。呢個就係點解咧？美聯儲點解唔肯減息啊？特朗普咪死叫佢減息，佢都唔肯減嘅，係咪先啊？因為好多唔同嘅 party 大家可以見到美國唔係一個整體嚟嘅，佢係代表住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力量喺同一個平台。雖然呢，佢哋呢就好似表面睇落係同一夥咁樣但係其實呢，你拆開睇呢，佢哋係代表住唔同勢力嘅。不過都有個特徵，就係齊齊掠水。呢度咁多犯人，雖然犯都係唔同勢力，但係都有同一個特徵，就係各自掠水。冇話邊個對邊個錯嘅，基本上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咁所以美聯儲亦都係一樣噶。喺咁高嘅利率嘅情形底下呢，而家美聯儲簡直就係呢賺到盆滿缽滿。但係呢，特朗普呢唔係嗰派噶嘛。即係唔係佢哋美國金融資本嗰派噶嘛，所以咧美聯儲叫降息就係特朗普咧就一日講到黑嘅咁仲有更何況就係你美聯儲手握住美元霸權噶嘛，係咪先啊？如果咁樣嚟到去做嘅話，美元大幅貶值咁美聯儲咪冇咗所謂美元霸權帶嚟嘅紅利咯。對於佢嚟講係唔能夠接受噶，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特朗普又搞唔掂呢啲移民問題，又搞唔掂呢個美國重返即係嗰啲工業同埋佢哋真正資本家之間嘅嗰啲矛盾又搞唔掂，甚至乎美聯儲嗰邊
佢又搞唔掂，美債嗰啲問題佢又搞唔掂，所以咧我哋咧都叫做有戲睇啦。啊，美國嘅麻煩咧，其實咧都真係唔係咁容易解決啊。基本上我可以話到咧，而家美國進入到咧就好似啊，彷彿一個咧身患絕病嘅人。啊，呢個身患絕病嘅人咧，佢唔係話聽日就可能離世嘅，而可能就係咧呢個器官開始衰退啦，五勞七傷啊，係啦，嗰個器官咧又跟住衰退喎。咁就慢慢咧唔同嘅器官咧慢慢咁樣失去功能，到頭來咧就係你全個身體嘅系統咧都出現問題，即係咧係慢慢咁走向下坡。呢個問題又解決唔到嘛，嗰個問題又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又繼續發大。咁嘅時間其實咧一個帝國嘅衰落啊係需要時間，不過咧我哋睇到而家已經成為咗一個現象，仲係好明顯咁樣走咗出嚟啦。呢個催化劑咧係特朗普本人啊，係啦，即係加上佢自己上任唔夠半年啫，係啦，佢都真係做到嘢㗎，佢真係做到嘢啊。其實咧應該咁講，佢咧就想做好多嘢，但係咧佢每一樣嘢都做唔到，而且咧做完仲有反效果。唯一我覺得佢做完之後最成功嘅咧，就係佢自己同自己人咧就賺到盆滿缽滿喺度，冇高弄低嘅時候。所以咧，我哋亦都極度懷疑啊，就係特朗普咧，其實都深知咧係冇得救噶啦，即係美國，即係啲矛盾位太多啊。咁所以咧喺佢呢啲咁精嘅人心目中，即係括弧咁精嘅人嘅心目中咧，係啦，咁奸嘅人心目中咧，與其都冇得救啦，不如自己大立一筆啦，係咪先啊？透過咧話想拯救美國嘅幌子，其實咧就係為佢或者為佢哋自己家族咧嚟爭取，即係賺取啊，掠奪銀紙，係啊，掠奪最大嘅利益咯。係但係呢個預測咧係喺選戰嗰陣時候咧，去年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咁貼噶啦。咁咧，特朗普一步即係我哋就貼特朗普上任嘅話，美國就會裂開。特朗普亦都唔介意裂開，自立為王，仲可以永續佢嘅任期添。可能如果佢改憲嘅話，咁我睇下我哋呢個終極嘅貼會唔會貼得中啦？若然你見到特朗普唔收手咧，咁即係表示佢真係好想進一步咁嚟到去推向咧美國就。即係如果去到最盡啦最盡嘅 scenario 就係美國裂開兩個國家，兩個唔同嘅旗幟。可能咧特朗普嗰度用翻以前嗰個南北朝嗰陣時候嗰支旗啊，嗰支咧黑人好唔中意見到嘅嗰支旗咧有敵視成分嗰支叫有問題，我知有個特別嘅名啊，嗰支咩？喂，其實咧啱嘅，我哋分開。既然大家啲意見都咁唔一樣啦，係咪先啊？啱嘅。咁啊，好笑就係咧，就本來特朗普同埋阿馬斯克就鬧交噶嘛。咁喺即係我哋尋日我哋報道咧，喺48小時之前咧，馬斯克仲讚阿特朗普，即係話喂，即係留心咧，呢個人一定唔留得噶啦，一定要喐噶啦咁樣。特朗普仲 like 阿馬斯克嗰個呢個貼文添，即係彷彿好似咧喺大敵當前咧，就兩兄弟點嘈咧都企一企，暫時會企翻埋一齊。如果你問阿馬斯克佢憎特朗普多啲定係紐森多啲咧，佢一定係憎加州多啲，因為加州斷佢子孫根，斷佢子孫嘅子孫根，係啊，係啦，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馬斯克佢係成立呢個效率部嘅使命，就係要對嗰啲嘅不良嘅主義咧趕盡。邊個斷我子孫個子孫根嗰個人，一定要抽佢出嚟報復嘅。邊個馬斯克話我咧做人出名咧？係嗰句牙齒當金使，我話咗咧，邊個絕我後咧，我就要佢絕後含包富貴，所以咧就要成個加州鏟起佢，所以特朗普支持特朗普派兵過去嚟到喐佢。好多嗱，而家咧講一講在地嘅情況啦，加州咧而家正式進入咗呢個戒嚴同埋宵禁，咁咧夜晚當然有啲人唔服氣走出嚟嘈啦，咁就街上面咧嗰個零星嘅
摩擦碰撞同埋烈焰咧，已經開始即係彌漫四周，而連呢個文化之地嘅 San Francisco 就早就已經打起咗上嚟。上天奴當年都喺嗰度做進修嘅，但係就我唔會翻去嘅。我對美國呢啲地方我對美國、加拿大、歐洲一啲好感都冇，我係今生今世都唔會翻去。咁咧如果呢件事再推演落去，對民主黨同埋共和黨仲有一個即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嘅理由咧，就係民間嗰邊啊，佢哋平時自己嘅生活嘅取向。如果民主黨列出呢個加州搞自立，或者加州連同其他支持佢州份一齊搞自立嘅話咧，咁對好多不支持特朗普嘅群眾咧，佢哋都想即刻就投身喺嗰個即係選邊站陣營，佢哋可以立自己嘅憲，同埋嗰啲主義啦，同多跨主義馬上有個超級大本營。而家記者咧就已經話啦，喺街度咧，佢哋已經全部都影得到，但係冇公佈㗎嚇。有啲零星嘅片段流出嚟嘅，因為而家網媒咧好發達，就係嗰啲咁嘅搞事分子咧，一邊搞完事，另一邊喺黑暗角咧喺度收緊錢，即係派片喺度，就影到呢啲一幕幕啦。所以好多人知道咧，根本就係有啲專業嘅搞事分子喺度將成個局勢推波助瀾。背後係有好龐大，即係唔好講政治利益啊，淨係民間都好大嘅利益。加州係美國嘅非法開心藥嘅第一大燒金窩。成個美國嘅非法開心藥，除咗德州之外咧，加州就係嗰度嚟到入噶啦，嗰度嚟到分拆，嗰度嚟到去往外啊，嚟到去散播，嗰個係大莊嚟嘅。咁美國嘅非法開心藥咧，背後講緊嘅 GDP 咧嘅 GDP 係可以支持一場戰爭嘅。我哋今日講呢單新聞咧，就好多時評都引用喺1991年嗰陣時候，加州發生過一個大嘅動亂，而嗰陣時候亦都係同種族有關嘅，就係呢個黑人對白人。咁而點解咧？就係因為白人就好無理或者好力量型、好殘忍地逮捕一啲黑人嘅時候咧，甚至將佢濕鑊勁嘅，甚至佢離去。嗰個名唔講得嘅嗰個人，嗰個名好出名嘅，嗰個人嘅名。但係嗰單嘢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就係美國嗰陣時候咧，第一次聯同幾個國家一齊打伊拉克，但係嗰陣時候軍費唔夠咧，美國喺80年代咧就引進咗一隻非法開心藥出嚟，就特登咧由佢喺街頭咧嚟到去散播，冇人知呢隻嘢嘅來源，亦都唔係嚟自墨西哥，但係咧就用呢隻非法開心藥咧嚟到周圍散播，而且呢隻藥咧就特別容易上癮，特別效果特別顯著。呢個就係平時而家大家成日聽到咧，就係警方有陣時會講嘅霹靂什麼什麼什麼，係啊，嗰隻霹靂什麼什麼就係嗰隻嘢。冇人知佢來源點嚟嘅，但係就係知咧有人有心提煉出嚟到喺街度散播，然之後咧匯聚咗啲軍費之後，匯聚啲錢之後咧，其實就支持佢哋當其時打，因為嗰陣時候係曾經有一個美國，亦都係面對一個經濟下滑同蕭條嚟到支持佢哋龐大嘅軍費，所以所有種族問題啊，又或者你治安問題咧，你唔好話係咪因為移民撈唔掂而一定要去到你個國家度為非作歹，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美國咧神有佢，鬼有佢，所有美國嘅經濟啊、貿易啊、金融咧係佢哋揸莊，但係連黃賭毒社會三害其實都係佢哋揸莊，全部係佢哋操弄。好啦，嗱，大家咧應該會喺呢一場嘅暴亂入面啊，經常咧都會見到一個畫面，就係咧有啲墨西哥國旗嘅。係咁咧，應該呢個國家出現嘅國旗嘅次數係最多噶，即係都有其他國家，有其他拉美嘅國家，有啲咩洪都拉斯嗰啲都有嘅。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墨西哥係最多噶，大家唔知覺唔覺啊？咁點解啊？喺洛杉磯嘅街頭有咁多墨西哥國旗嘅咧，係咪先啊？即係嗰啲人會唔會覺得就係話啊，唔通呢度變咗墨西哥？即係但係佢哋又同一時間咧覺得理直氣壯嘅喎，喺美國
嘅加州嘅嗰度舉個墨西哥國旗啊。係啊，佢哋唱國歌嘅時候加啲墨西哥歌詞，佢都夠膽啦。嗱，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呢都要數翻啲歷史淵源嘅。咁我哋呢，其實應該開個地圖出嚟睇睇噶。嗱，因為呢本身啊，我哋可以見到加州呢，佢係黐住墨西哥噶嘛，係咪先啊？咁嗱，我哋可以最簡單嘅見到就係啊 ，LA 底下呢，就係呢一個呢墨西哥嘅領土嚟噶啦。即係呢，你將呢個加州啊，佢咧其實咧，如果你再睇地圖啊，佢咧就分，仲有一個叫做下加利福尼亞嘅，哦，South 南加州係嘛？下加利福尼亞唔係嘅嗰個嚟噶啦，係啊，未啦，下係啦，即係喺呢個 Order 嗰度，聖地牙哥樓下，係嗰個咧就係咧墨西哥嚟噶啦，嗰度已經係啊。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咧成個 California 而家就梗係咁樣分啦。但係喺以前啊，即係美國同墨西哥未打仗嘅時間啊，加州成條加州啦，我哋應該成條加州海岸咧，其實咧都本身係屬於墨西哥版圖嚟嘅。咁所以我哋要從歷史裏面睇睇，點解今日嗰啲墨西哥人啊會咁理直氣壯咧？係啦，因為喺佢哋嘅心目中就係咧，加州呢笪地方本來就係屬於墨西哥噶啦，只不過係美國同墨西哥打嗰場仗，墨西哥輸咗，咁咧就被逼咧要割咗加州俾美國，佢哋係咁樣睇嘅呢件事係，咁所以咧佢哋而家認為咧就係，喂，既然啊喺咁多年前呢場仗都輸咗啦，係咪先啊？咁啊冇計啦吓。咁但係呢，而家我喺呢一度啊，亦都係理直氣壯嘅，因為原本就係屬於我哋嘅地方，就係咁嘅原因咯。仲有我哋可以睇翻點解啊？墨西哥有咁多人會去咗美國呢？咁因為好簡單啫，大家都係有一個好長嘅邊境線啊嘛。美國同墨西哥之間嘅邊境線呢，係長到有成3100公里咁長噶。喺呢條咁漫長嘅邊境線上面，其實呢，美國嗰啲邊防部隊啊，係冇可能呢，即係守得晒咁多地方嘅，係有好多漏洞啊。咁所以呢，其實一直嚟講呢，喺墨西哥嗰邊呢，都有一個產業啊，已經成咗產業鏈噶啦。呢個咧就係咧幫你偷渡入美國嘅產業鏈，即係唔單止係墨西哥人噶，任何人只要你有錢，跟住咧你就聯絡到當地嗰啲蛇頭啊，係啦，所謂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啊，咁樣咧佢就可以幫你咧從呢個咁漫長嘅美墨邊境線嗰度咧就進入到去美國噶啦。咁當然啦，有啲就擺明行過去，有啲就捐地窿啊，好多唔同方法嘅，好多地道嘅嗰度，去到兩邊係啊，尤其是嗰啲咁嘅藥梟啊，已經捉好咗好多山頭同地道啊，海陸空三地啊，佢哋都有佢哋嘅線路啊。不過咧，如果要數翻咧，最多即係入美國嘅嗰啲人咧，都係墨西哥人本身自己嘅。即係雖然你可以即係話你可能有啲人啊想偷渡去美國啊，你可以經呢啲蛇頭，但係佢哋自己墨西哥人本身咧，都係最多去美國，即係偷渡過美國嘅。咁啊，好多呢個經營者啊，經常衝關添，一日衝幾次嘅。係啦，嗱，咁啊，第一啦，佢有個產業喺度啦，係咪先啊？其實第二，點解咁多墨西哥人過去啊？因為咧，兩地係陸路連接咁長嘅邊境線之餘咧，仲有美國同墨西哥嗰邊嘅嗰個人均 GDP 收入咧係爭好遠啊！嗱，而家美國人均 GDP 雖然我覺得係極度不合理噶，就啱啱突破咗咧8萬美元嘅，所以點解話佢哋啲人工咁貴咧？係咪先啊？8萬美元啊，
我哋乘8,864啦，係咪啊？人均講緊係人均一年咧揾64萬港元嘅。咁以佢哋嗰紮括弧，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天才啊，不過係括弧嗰隻啊，即係憑咩揾咁多咧？係咪先啊？咁好啦，睇翻墨西哥嗰邊咧，佢人均 GDP 咧都係$10,000左右嘅啫。其實$10,000雖然咧喺個世界標準嚟講都唔算少噶啦，都 OK 嘅嚇，即係起碼唔係話好貧困嗰啲先啦。咁但係咧，兩地爭咗成6倍喎，係咪先啊？即係一個揾萬幾，一個揾8萬幾。咁其實咧，你話大家相距遠就話啫，黐埋噶嘛。咁所以咧，亦都導致到好多咧嗰啲墨西哥人一嚟就覺得，喂，橫掂加州都係我哋以前嘅地方啦，係咪先啊？二嚟真係喺揾食層面爭咁遠嘅時間，所以咧好多嗰啲墨西哥人都會咧去到美國嗰邊，咁咧嚟到咧去即係揾多啲錢啊咁樣嘅。咁仲有洛杉磯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就係咧，即係有啲似點講咧，好似我哋深圳咁樣嘅，好似我哋深圳啊，即係深圳冇乜本地人噶嘛，本身嚟講深圳大部分嘅都係外來嚟自於唔同省份嘅人噶嘛，係咪先啊？咁其實洛杉磯咧都係差唔多嘅 case 嘅，佢有好多嚟自於唔同地方嘅人嘅，所以咧佢洛杉磯本地咧係有一個比較強啲嘅包容性喺度嘅。係，不過呢個包容性咧就因為太包容啦，所以若然任何朋友如果去到洛杉磯，第一件事咧建議大家唔係出電話卡，係出翻支炮。咁啊，梗係啦，呢度係咪先啊？仲有民主黨咧亦都講過喺加州嗰度咪嗰時話咧要成立一個咧全美國第一個咩庇護州啊！呢個庇護州仲要係州政府撥款嘅呢個庇護嘅一個州份咧，加州撥款就起一大批收容所嘅。大家應該睇新聞都睇過啦。我哋都報過啦。你開你啲煙攞嚟收容人。係啦，即係州政府俾錢做噶，唔係非法噶呢啲嘢。咁咧最犀利嘅一點係乜嘢啊？就係話到嗰時我哋都講過啦。聯邦嗰邊想拉人，州政府嗰邊係唔俾，因為點解啊？因為州政府授權咗，任何人都唔可以進入呢啲非法移民收容所嗰度去拉人嘅。咁所以如果而家按翻而家嘅例子嚟睇特朗普都冇呢個權力去咁做噶。如果屈佢哋話佢哋叛亂嘅話就得咯。係啦，所以點解佢要激化呢件事呢？好多原因嘅。咁因此點解加州會成為咗嗰啲墨西哥移民去美國嘅第一站呢？喂，佢又有政策支持，有收容所去庇護自己嘅，係咪先啊？即使喺最潦倒嘅時候呢，州政府呢係照住佢哋嘅，而且呢，喺歷史因素嚟講呢，又有呢個加州係曾經屬於呢一個墨西哥嘅呢一頁，咁所以嚟講呢，即係雖然我覺得個例子呢就唔係好正確對於洛杉磯嚟講呢，就好似以前我係深圳咁樣嘅，全國各地啲人都去嗰度嘅，佢就特別啲，咁就話到呢，洛杉磯其實呢就唔係屬於美國嘅洛杉磯嚟嘅，係屬於墨西哥嘅洛杉磯。呢個講法講好耐啦。係其實就即係呢個講法咧，佢哋就講咗好耐，但係我哋咧就比較少去了解，因為唔係因為呢啲新聞，我哋都唔會走去特登留意啦，係咪先啊？所以今次咧唔止係即係拉丁美裔走出嚟到帶頭反特朗普，其實咧亦都激發咧黑人嗰邊咧，亦都乘機做嘢啦，因為佢哋都忍唔住嘅，都頂唔順特朗普嗰啲大白主義嘅。咁所以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呢一班
拉美裔嘅移民啦，佢真係帶嚟好廉價嘅大量嘅勞動力噶嘛，係咪先啊？咁如果你睇翻而家美國，其實佢唔係話缺技術嘅，係咪啊？雖然佢嘅技術即係逐步俾我哋中國追過啦，佢人才亦都唔缺噶，係咪先啊？佢最缺根本就係廉價嘅勞動力，所以點解百物騰貴嗱？其實我成日都話噶，對比翻我哋香港一樣啊，即係有啲似美國噶，因為咧我哋嘅成本好高啊，唔單止係人工比較高啦，當然唔夠美國咁高啦，但係我哋最主要嘅嗰個高成本咧，其中一個都係土地使用嘅成本啊嘛，係咪先啊？所以啲嘢有時係一樣噶，即係當你呢笪地方或者呢個國家佢嘅成本過高嘅時間咧，其實就等於制約咗佢嘅發展噶啦，係啦。其實香港亦都同美國有啲類似嘅，所以點解大家會見到就係香港嘅發展停咗落嚟呢？就係因為我哋唔單止即係我哋嘅人工比較高啲啦，仲有嘅就係呢，我哋嘅土地使用成本好高啊，係全世界最高啊。咁以呢個現象嚟到睇呢，咁啊當然啦，我哋知道都有好多外地嘅過嚟我哋香港打工啊嘛，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嗰啲工人姐姐啦，係咪先啊？呢個呢就係我哋都會揾啲外勞噶嘛，台省都係噶，台省其實佢唔講唔知啊，大家有去過台省，唔知發唔發現到呢？佢好多來往東南亞嘅飛機航線噶喎，其中越南呢就最多嘅。台省咧而家就有76萬個嚟自於東南亞嘅勞工噶，咁做咩咧？就專去嗰啲工廠度去到翻工噶，就佔到佢哋台灣、台省製造業嘅工人數量嘅1/4噶。咁而家你美國其實好需要呢班人噶，係咪？個例子一樣啫嘛，邊個會同你做呢一啲即係比較低少少、人工又低啲嘅工作呢？係嘛？基本上呢啲工作呢係最辛苦、最攰嘅，亦都咧嘅人工比較低嘅，係咪先啊？本地人一定唔會做嘅。好似嗰啲咁嘅特朗普粉絲頭先講嗰啲紅脖子啊，頭先我哋話啊嘛，舉例5000蚊個月嘅。即係美金美元5000蚊美元一個月嘅工作，仲有佢哋一日淨係做8粒鐘嘅啫，多1分鐘都大佬同你計做，即係唔會同你做嘅。係啊，冇錯。而時時刻刻都諗住點樣告老闆同埋傾工傷嘅。係啦，仲有放假一定要放足啦，而且呢啲假咧係有薪假嚟嘅，係咪？咁嗰啲福利剩嗰啲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先？亦都每日同你算住，我能夠去幾多次廁所同幾多次煙 break。呢啲係計足㗎，計足㗎。Coffee break、煙 break、廁所 break，一定同你，佢一定要計到盡嘅。如果唔係咧，就告你，就同你嘈幾日幾夜都得㗎。佢哋好得閒嘅啲人，好無聊啊。冇錯，但係嗰班拉美裔嘅，尤其以墨西哥為主嘅，佢2000蚊都唔使，就可以翻足一個月，仲有冇上述頭先講嗰啲咁多嘅咁多玩性格嘅嘢即係冇話咩，我淨係做8粒鐘㗎，我淨係咧即係紅日一定唔會翻嘅冇呢啲㗎，佢哋唔會嘅，因為咧佢哋都係即係叫做過嚟打工係賺筆錢，佢哋自己好清楚呢一樣嘢㗎。咁所以咧點解就係話到咧？本身呢啲墨西哥人又覺得呢個California 都係屬於我哋噶啦，以前都係，同埋咧喺 LA 嚟講咧，亦都係大熔爐嚟噶啦，咁多拉美裔嗰啲人都過嚟嘅，呢個係咧屬於墨西哥嘅 LA 嚟噶嘛，就係我哋嘅，所以咧而家要翻嚟祖國懷抱嘅 LA 係啦，加州。仲有拜登時期，我哋琴日都講啦，畫咗個大餅俾佢哋噶嘛。嗰陣時就話要揾，即係承諾到所有嘅呢啲非法移民呢，
到頭來都係會變真正美國人噶嘛，即係話到佢哋一定攞到綠卡嘅。係咯話，美國係屬於全世界嘅。咁不過我而家已經唔喺度啦，我而家特朗普佢做嘅嘢就等於將墨西哥一直即係嗰啲墨西哥以墨西哥為主嘅嗰啲非法移民咧，一夜間啊就好似關稅戰咁樣，突然間兜頭冷水淋落嚟，所有嘅美國夢啊，霎時間咧就破碎，跟住咧人生啊迎嚟呢個轉捩點，極大嘅轉捩點一樣，係嘛？咁你話佢一定出嚟撐嘅。好多即係家庭喺度開枝散葉嗰啲咧，即刻離開喎。可能阿爸、阿媽、阿爸是但一個要走，或者兩個都要走，剩低啲仔女喺度。哇！咁呢啲佢哋一定同你嘈啦。嗱，你知唔知啊？喺墨西哥人嘅心目中啊，洛杉磯咧係被譽為咧佢哋墨西哥人嘅第二首都嚟㗎，即係直頭嚴重到咁樣㗎喎。咁你話哇，霎時間要去一日之內執包袱喎，係咪啊？大家諗到個回應啊，即係嗰個反彈力啊。不如咁啊，要我哋走，不如你走啦。係啊，佢一定同你硬到行㗎。啊，尤其仲要經過埋咧上屆拜登政府嘅畫大餅，加上歷史因由，係咪啊？好易諗到嘅咋呢啲嘢就係。所以今次咧，我哋咧有戲睇㗎，真係。即係如果你話特朗普要激化呢件事咧，亦都好容易啊，因為對家亦都撐到行。洛杉磯而家咧大概咧有人話啊，非法移民咧佔到100萬以上噶，咁個數量都好誇張喎。啊，成個洛杉磯裏面咧有100萬人啊以上啊，就係呢個非法移民嚟嘅。亦都願意揭竿起義，不過佢哋唔係揭竿，係揭炮，個個都有炮嘅。係咁支竿都有嘅，係咪先？係咗墨西哥國旗啊嘛。係啊，墨西哥國旗。成個墨西哥啊，唔係成個洛杉磯啊，佢就係大概根據2年前嘅人口統計顯示咧，佢係380萬人嘅，就有100萬人以上啊。係呢個拉丁美裔嘅人士啊，咁你諗下喎，1/3人啊都係拉丁裔嘅，你諗下個力幾勁啊，係咪先啊？咁仲有啦，呢100萬嘅拉丁裔人嚟講咧，仲有60萬係墨西哥嘅喎。啊，咁所以點解叫第二首都咧？係有啲原因嘅喎，真係。我當年我中學嘅時候就喺加拿大，咁好多墨西哥人啊，即係如果以外來學生嚟到計咧，即係嚟自 Mexican 嘅係絕對係一個好大嘅一塊餅嚟嘅。咁咧嗰啲人咧好好嘅，老實講，即係嗰啲性格啊，同埋即係就算你係其他種族嘅人咧，同你打成一片啊玩，又講義氣，又包容。朋友同朋友之間好少互相猜忌啊，互相喺度你虞我詐，喺度互相攀比。跟住就你唔妥我唔妥你，好少搞呢啲嘢，好好嘅。佢哋啲係一個好友善同好熱情嘅民族，尤其是啲女仔，好熱情。唔怪係有啲咩喎？好熱情嘅啲墨西哥女仔，佢哋唔會暗戀你嘅，因為佢哋咧會由上堂望到你落堂。明戀嘅係會擺明去望住你，眼濕濕咁樣樣，哇眼濕濕添啊！笑吟吟啊！喂，而家究竟，喂你收斂啲好喎嚇，呢度上緊堂嘅喎。哦咁樣嘅，係啊。嗱，咁綜合嚟計啦，呢件事咧仲一定有戲睇嘅嚇，所以咧我哋咧要繼續留意事態發展啊，咁啊同大家咧嚟到去跟進嘅。最大嘅關注點啊就係咧，會唔會蔓延到全國啊嘛？因為我哋都講啦，美國有咁多移民，唔單止喺加利福尼亞州噶嘛，California 呢度噶嘛，好多嘅州份咧都有移民，只不過咧即係好大部分集中咗喺呢個加州啊。咁其餘嗰啲州份都唔少噶啲移民，會唔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咁啊搞個大嘅搞事行動咧，我哋都好關注呢一點啊。睇個勢會打落去啦，係啦。嗱，我哋其實如果要預測嘅話咧，我覺得冇嘢比美國人自己對自己預測好嘅。睇翻嗰套嗱，而家咧睇邊套戲係最有味道咧，就係睇嗰套美國崩潰嗰套戲。哇！嗰套戲咧就預測咗全面開戰，即係州同州之間咧喺度打到火紅火綠，出埋軍隊嗰陣時候嘅情景係點咧？擺起睇好有味道嗰套戲，而家睇係最有味道啊！咁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嘅直播時間就嚟到呢度先啦。咁臨結束之前咧，再次做一做呼籲，我哋而家新潮文咧就會加開一團啊，去新疆嘅旅程嘅。呢團出發嘅日期咧就係我哋嘅暑假7月26號，我哋咧就會再搞一團去新疆北疆之旅嘅。咁啦，新疆北疆咧從來都有人話啊，去似瑞士嘅。不過我啊覺得咧，應該調翻轉係瑞士似北疆啫。嗱，我哋陣間咧就有啲精華片段，都係咧格仔曾經去過新疆玩嘅嗰啲精華片段，咁咧就會播俾大家睇。咁記住，我哋而家播嘅呢啲精華片段咧，都係新潮文格仔獨家設計嘅路線所拍攝到出嚟嘅。咁其餘嗰啲坊間嘅團隊呢，就唔係我哋呢啲行程嚟㗎，所以話一生如果你只能去一次新疆玩，或者短期內你都唔會去多次㗎啦，去一次嘅啫。記住跟新潮文正牌嘅新潮文團隊所搞嘅旅程去呢，就一定唔會令你後悔。不過如果你跟咗出面嗰啲，唔知你後唔後悔啦。咁好啦，想報名嘅朋友呢，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報名噶。咁我哋呢，而家去一去我哋嘅精華片段同埋我哋嘅行程介紹，希望呢喺今次旅程見到大家啦。我哋今日嘅直播時間嚟到呢度啦，聽日我哋同一時間再見，拜拜。黑馬即係突然殺出嗰啲黑馬，係啊！我哋而家就嚟到坐馬車，就喺呢個阿贊旗嘅小市鎮裏面咧，就嚟到穿梭。好啦，咁我哋就參觀呢個民居啦。而家我哋頂頭見到呢啲籬笆，就係典型嘅維吾爾或者少數民族居住地。喺烈日當空底下咧，你就會感覺得到呢個籬笆嘅作用咧，係非常之好嘅，佢能夠遮風擋雨。呢個雙人組今日就雙人飛車組啊！呢兩個係嗱，依家3歲到80歲都喺齊度噶啦，一齊跳啊！3歲同80歲一齊。
係啦，呢間靚喎呢間。唉。好啦，我哋嚟到呢度叫做天馬玉河。好，哇！我哋依家非常之近啲馬嚇。嗱，嚟到呢度到啦，呢佢哋啱啱見到咁啱見到啲牧民咧，就趕緊馬過緊嚟啦，過緊嚟啦，啲馬過緊嚟啦，係啊，嗱，哇嚟緊啦，我哋快啲走啦！啊，呢個環境非常難得啊！好乖咁食緊草，其實咧就係我哋旁邊嘅牧羊人咧、趕馬人咧，佢咧就控制佢哋喺度食草㗎。天馬玉河終於表演嚟到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呢啲馬咧就喺我哋面前啊，飛奔而過，哇，好精彩啊！呢啲馬咧，而家喺呢個河水裏面咧，大概有30至40隻左右啦。就牧羊人咧去到趕呢啲馬嘅，哇，非常之震撼。非常之震撼嘅一幕。好啦，佢哋而家咧跑完一輪就休息下先，飲下水啊！跑到攰，飲下水先啦。好啦，牧羊人吹雞一聲，啲馬就嚟到奔騰啦！哇！震撼！一齊衝過終點啊，都唔知邊個第一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親自介紹一下新潮文嚟緊喺6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究竟係點樣嘅先啦？今次我哋嘅行程呢，就為期12天嘅，出發日期就會由6月19號至到6月30號。由於今次呢個行程係由我格仔結合到上年3次去到新疆之旅所改進到嘅經驗，而重新編排嘅行程嚟嘅，所以今次嘅行程咧就同上年有啲唔同，係結合到究竟有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好玩嘅我哋就保留，再加入啲新嘅元素，亦都加入埋大家嘅體力考量同埋眼睛疲唔疲勞而重新設計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喺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行程嘅。嗱，咁事不宜遲啦，就由我哋講下。呢個行程第一日，我哋咧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就會乘搭直航機，就直飛到去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嘅。之後喺烏魯木齊，我哋喺休息安頓好一晚之後咧，就會正式出發。去到第二天，我哋就會翻越全長有2500公里嘅天山嘅南天山部分，然之後就會嚟到全個中國裡面最大嘅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
嗱，喺呢幅圖裏面呢，我哋就可以見到何謂中國第一嘅內陸淡水湖呢？佢嘅面積比起我哋成個香港加起上嚟仲要大。從前嚟講，人們就會話到新疆內處於亞洲嘅中心位置，喺呢度距離最近嘅海洋都要成3000幾公里，係一笪冇水嘅地方嚟嘅。但係如果大家見過博斯騰湖嘅話，就會對新疆缺水嘅呢個印象完全顛覆。喺呢一度就係屬於新疆人嘅海洋，我哋當然就要嚟睇一睇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庫爾勒市呢一個被稱為里城嘅地方，佢係有住全中國最好食嘅梨嘅。然之後喺安頓一晚之後，就嚟到第3天，我哋就會嚟到我哋行程嘅其中一個重點，有人間仙境之稱嘅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同一時間，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亦都係中國第2大嘅草原。嚟到呢度，大家就可以見識到平時我哋手機或者係電腦所用到嘅嗰啲 wallpaper， 一般咧都以大自然環境咧就作為藍本嘅。嚟到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你就會見識到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加靚嘅現實版 wallpaper， 比起我哋喺電腦或者手機見到嘅，仲要嚟得更加真實、更加靚。我自己睇完呢，亦都係畢生難忘嘅。當然喺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仲有一個唔可以唔睇嘅位，呢一個呢就係巴音布魯克草原裡面嘅9曲18彎。大家好彩嘅話呢，亦都可以喺黃昏嘅時候嚟到見識一下乜嘢叫做同一時間見到9個太陽呢一個咁奇特嘅場面。喺完結咗呢一天嘅旅程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第4日，呢個同樣都係我哋整個旅程裡面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就係會去到同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叮當碼頭嘅那拉提空中草原嗰度啦。但係我哋喺去到那拉提之前，就會嚟到特登精心安排到乘坐商務嘅豪華車嚟到穿越一下著名嘅獨庫公路。獨庫公路亦都係被我哋全中國熱愛駕駛嘅人士被譽為一生必經嘅一條屬於我哋中國嘅公路嚟嘅。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3個月嘅時間，喺行晒成條獨庫公路，大家就會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4個季節。然之後喺我哋穿越咗獨庫公路之後呢，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呢一個國家5A 級嘅景區噶啦。那拉提空中草原佢美麗嘅程度真係可以話到係非筆墨可以形容得到嘅。當然睇完空中草原都係唔夠嘅，我仲特登安排到去到草原旁邊嘅花海那拉提嚟到俾大家睇一睇乜嘢叫做漫山遍佈唔同色彩花卉嘅呢一個壯麗嘅情景。喺呢度大家記得影多啲相，出盡全力咁打卡，保證你係一世難忘㗎。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5天嘅行程。呢個行程係我格仔今次新加入到嘅一個新景點嚟嘅。我哋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嘅焦蘇大草原嗰度。同前面2個草原有少少分別嘅就係，我哋嚟到呢度所睇嘅就係連即使全個中國都好難揾得到嘅天馬玉河，就係由到當地嘅牧民一邊趕住當地盛產嘅伊犁馬，亦即係俗稱嘅天馬，數十隻嘅呢啲天馬喺河水裡面奔跑，激起陣陣嘅浪花。呢個情景相信亦都會令大家係畢生難忘嘅。喺睇完天馬玉河表演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特克斯呢一度，亦稱係八卦城嘅。八卦城顧名思義，如果從天空上面嚟到俯瞰嘅話，成個特克斯城就仿似一個大型嘅八卦一樣。冇錯，的而且確佢係參照住易經八卦嘅造型嚟到去建造嘅。成個城裡面由到放射型嘅4環64條街道，路路相通而成。喺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成個城入面係冇一盞紅綠燈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呢個城最特別嘅地方。之所以能夠做到呢一點，就係憑住我哋古代嘅智慧。而特克斯城亦都係全中國唯一一個冇紅綠燈嘅縣城。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嘅奧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嚟到喺近年八卦城入面都有一個新興嘅旅遊項目。呢一個呢，就係當地市政府非常之用心咁去到設計到嘅一個叫做盛世華疆嘅夜繽紛項目。其實大家
睇到我以上嘅嗰啲配圖，都唔使點樣形容到裡面有啲咩玩㗎啦，因為此情此景係唔需要再用文字再去到描述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第6天嘅行程，就會由特克斯縣去到北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縣城，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中國伊尼哈薩克自治州裡面嘅首府伊寧市啦。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中國整個新疆入面嘅第一首府嚟嘅，但自從喺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嘅入侵，新疆嘅面積縮細咗，所以就令到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整個新疆嘅中心城市，就一舉變成為一個比較靠近邊境嘅城市，因此咧先至將我哋新疆嘅首府咧搬咗去烏魯木齊嘅啫。但係依然係唔會令到伊寧市佢嘅色彩有任何嘅減弱嘅，因此我哋喺呢一度咧就重點留2日嚟到玩盡整個伊寧嘅。喺伊寧嘅附近就有非常之漂亮嘅天山花海可以俾我哋睇到。嗱，就正如我上面嘅呢啲照片一樣，天山花海佢漫天嘅薰衣草係唔單止喺全中國，仲係全世界嘅範圍入面數一數二能夠做到漫山薰衣草嘅地方。所以就千祈唔好以為薰衣草只有日本嘅北海道富良野先有啊！嚟到天山花海呢一度，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啦。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伊寧市嚟到睇一睇著名嘅六星街。嗱，六星街其實就等同於一個小型嘅八卦城一樣，佢同樣都係由一個易經嘅八卦組合而設計成嘅街道嚟嘅。而喺六星街匯聚於唔同新疆嘅少數民族，佢所有嘅特色都會喺呢度揾得到。試問我哋又點可以錯過呢？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旅程嘅第7天行程，同樣地都會係嚟到見識一下伊寧市作為一個匯聚住所有新疆少數民族嘅呢個城市裏面嘅特色嘅。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以藍白色為主調嘅喀贊其民族街，嚟到坐下馬車，放慢我哋自己嘅腳步，嚟到睇下呢一個充滿住異域風情嘅地方。上邊呢，就再嚟探訪埋當地嘅居民，進入到佢哋嘅庭院裏面去到食一下當地人親手製造嘅手製雪糕，嚟到過翻一個合意嘅下晝，咁先至叫做人生一大樂事啊嘛。然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旁邊嘅漢人街，呢一個呢，係當地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條食街嚟嘅，而當地人亦都會稱漢人街為一條冇漢人嘅漢人街，嚟到作為佢嘅賣點㗎喎。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伊寧嘅哈薩克自治州裏面嘅博物館。正所謂去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嘅地方，第一時間當然咧就要去佢哋嘅博物館，先至能夠真正了解到當地嘅歷史同文化嘅。由於伊寧係代表住整個伊犁河谷嘅象徵嚟嘅，呢一度咧從前亦都係古代嘅西域36國裏面嘅烏孫國，而我哋喺博物館裏面就可以見到一幕，呢一幕就係當年嘅漢武帝為咗聯合烏孫國去到擊敗當時窮兇極惡嘅匈奴，因此亦都將2名嘅公主先後咁樣嚟到去遠嫁到去烏孫國。佢哋分別就係世君公主同埋解憂公主。佢哋2名公主都可以話到係我哋中原歷代王朝以來第一批遠嫁到去中原以外嘅公主嚟嘅。比起我哋所熟悉到嘅王昭君，亦即係昭君出塞嘅古仔咧，仲要嚟得更加早嘅。然後咧，我哋亦都會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石像。究竟呢啲石像係代表住啲咩呢？大家去到就會知道當中嘅謎底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8日，離開伊寧市就會去到附近嘅一個非常著名嘅景點。呢度咧就係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稱嘅賽里木湖啦。同樣地，賽里木湖身為新疆裏面海拔最高、面積最大嘅高山冷水湖，所以佢嘅風景係十分之漂亮嘅。由於佢係整個大西洋暖流入面，因為附近嘅天山山脈阻擋住呢啲濕暖氣流嘅關係，嚟到呢度大家就會見識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一種藍色係叫做賽里木湖嘅藍。呢個湖泊背靠雪山，湖邊就係廣闊嘅草原。從前喺呢一度係冇任何嘅魚類生活嘅，但係自從喺20年前，我哋國家嘗試引入
白鮭魚喺賽里木湖嗰度去到養殖，結果獲得空前嘅成功，就令到賽里木湖呢一度呢，亦都成為咗我哋嘅高山白鮭魚呢種白鮭魚之王嘅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棲息地。呢度所出產到嘅白鮭魚，比起佢喺歐洲嘅祖先，更加適合喺呢度生存，亦都為到新疆帶嚟另一種經濟嘅收入嘅。當然啦，喺我哋前往賽里木湖嘅途中呢，亦都會經過有全中國最昂貴大橋之稱嘅果子溝大橋，同樣地都可以喺我哋呢個旅程入面見識一下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望到冰山嘅灰屯市，稍作休息一晚之後呢，就會進入到第9天嘅行程，就會嚟到有億年奇觀之稱嘅獨山子大峽谷。講起大峽谷，大家比較常聽見嘅當然就係美國嘅大峽谷國家公園啦。但係如果你嚟過新疆嘅獨山子大峽谷嘅話，可能大家就要改一改觀啦。屬於我哋中國嘅呢一個獨山子大峽谷，曾經榮登國家地理雜誌，亦都係我哋全國最美公路嘅獨庫公路裏面嘅第一個景區嚟嘅。呢度亦都係多套電影嘅拍攝取景場地。成個谷底闊100至400米，谷肩闊800至到1000米。由谷底到谷肩呢，可以深逾200米，海拔1070米咁高嘅。嚟到呢度大膽嘅朋友，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嚟到行一行位於大峽谷裡面嘅玻璃棧道，嚟到挑戰下自己嘅膽量嘅。喺睇完大峽谷之後，我哋就會翻去烏魯木齊呢一個新疆嘅首府。從前嚟講，喺一啲傳統嘅行程入面，烏魯木齊只係作為新疆之旅進出以及係補給嘅一個駁腳點嚟嘅啫。正因為咁樣啊，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其實佢都係具有到豐富嘅旅遊價值資源嘅。因此，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10日以及係第11日嚟到重點玩一玩啊！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第10天嘅行程入面，我哋就會去到烏魯木齊附近嘅天山天池風景區。天山天池風景區作為國家重點嘅5A 級景區，以及係世界嘅自然遺產，喺呢一度絕對有唔會輸俾其他新疆其餘風景區嘅壯麗景色嘅。當然，除咗睇風景之餘，我哋亦都要重點嚟到去發掘到當地嘅人文色彩。因此咧，我哋就會去到我格仔認為全新疆最正嘅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嘅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就係我哋了解到新疆人文風情、歷史文化嘅最佳博物館嚟嘅。喺呢一度最出名嘅就當然係有古代西域36國之一嘅樓蘭古國裡面嘅樓蘭乾屍啦。除此之外，如果大家仲想睇到其他喺古代西域嘅一啲奇珍異寶嘅話咧，呢一度絕對能夠滿足到大家嘅好奇心嘅。大家就可以從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裡面感受到西域呢一笪作為我哋以前中國要去到同其他世界各國連接嘅唯一通道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當中輝煌璀璨嘅歷史都可以喺呢個博物館裡面見得到嘅。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11天嘅行程，喺食個早餐漫遊到當地嘅一個著名嘅公園紅山公園，嚟到俯瞰整個烏魯木齊市之後啊，我哋就會去到一個我格仔認為相當之好玩嘅景點。呢個景點就係位於烏魯木齊嘅新疆古生態園汗血寶馬基地啦。汗血寶馬大家就聽得多，究竟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汗血寶馬嘅呢？答案就係唔單止有，喺呢一度仲有形形色色唔同嘅汗血寶馬嚟到呢度。點解汗血寶馬要稱呼為汗血？當你睇過之後，就會揾到當中嘅答案。作為我哋中國歷史上嘅千年名區，汗血寶馬佢優美嘅形態以及係敏捷嘅身手，真係絕對能夠稱得上馬中之王嘅呢個稱號。難怪汗血寶馬佢嘅身價曾經喺拍賣會上面係可以高達1600萬美元，折合翻我哋港幣係達到1億2800萬，足夠我哋買20台法拉利有餘啊！而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見識到純種嘅汗血寶馬一睹佢嘅神秘風采嘅。而唔單止係咁，除咗汗血寶馬呢啲咁珍貴嘅馬匹之外啊，喺園裏面仲養住啊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馬，而當中
仲有全世界體型最龐大、體重最重嘅夏爾馬呢一種類型嘅馬，佢站立起上嚟嘅時間，肩膊位置已經超過2米咁高，整個人行埋去就仿如好似縮細咗一樣。當時我見到嘅時間呢，都嚇咗一跳，成隻馬佢嘅體重係可以超過1噸嘅，而且喺園裏面除咗馬匹以外，仲有大量珍貴嘅奇珍異寶，亦都同樣地俾到一個理由我哋去到值得花時間喺呢度留耐啲嘅。然後作為旅程嘅尾聲，當然我哋就要嚟到非常之著名嘅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嘅國際大巴扎，嚟到作為最後嘅血拼，買多啲手信帶翻香港。大巴扎喺新疆維吾爾語裏面，亦即係解做大市場咁解。顧名思義，呢度就係匯集住全新疆形形色色唔同種類嘅商品，係旅遊人嚟到新疆必去嘅景點嚟嘅。然之後經過咁多日精彩嘅旅程，我哋就會嚟到第12日，乘坐翻直航嘅飛機，就翻到去香港，作為今次旅程嘅完結嘅。喺呢度需要注意嘅就係，今次我哋嘅行程係會包送一張夠玩全程12天嘅電話數據卡，就等大家喺旅途裡面都可以暢通無阻咁上網。再加上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嘅優惠，以及係我哋專登為大家嚟到去精心安排到嘅俗稱飛機椅旅遊大巴嘅呢啲豪華巴士，都會提供到俾大家去舒適咁玩盡新疆嘅呢12天旅程嘅。大家對呢個旅程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去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細節，以及係價錢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新疆之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再次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2.0嘅頻道，以及係喺訂閱嘅同時，記得撳埋旁邊嘅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咁樣你先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同埋直播通知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拜拜。